消防水大是救灾现场袂当欠缺的利器，但水大伫咧延伸的过程，往往会用垃圾，因此关电分队小队长甲队员伫咧去年7月研发出第一代的消防水大清洗手卷机，结合消防车高压水进行清洗。现在第2代更加结合电动甲遥控的方式，并且伫咧上午进行发表。它除了线控的开关之外，我们还增加了遥控的功能。然后这个遥控的它这个清洗水门的部分，清洗水门的部分完全采用电磁阀下去做控制，有检修的动作的时候，它才会出水做清洗。像今天有看到了自动水袋清洗跟收纳，其实我们知道常常看到这个电影中有个画面呢，这个消防队员到救灾现场，第一个时间就把那个水袋打开就大家要比赛那个滚那个水袋，看谁滚得准、滚得长啊，中间不会倒掉。所以可知道水袋的收放都是需要很多的一个技术，而且很耗时间的。另外，水袋在平常在救火灭火的时候都放在地上，那难免会有一些污渍啊，这个污损。那所以说，要再怎么样把它清洗干净，然后又可以收纳起来，然后不会这样可以确保这个水袋的品质，而且将来在救灾抢险的时候，第一时间就可以变成很干燥又很好用。所以我觉得其实这很重要。也谢谢我们台南市消防局各位打火弟兄大家的努力，研发这么好的这个水袋的这个收纳以及清洗装置。该设备除了以电动的方式将水袋进行清洗加收纳。另外，嘛将装备甲消防车来结合，互到场观摩的贵宾拢相当的娱乐。市长并且当场颁奖表扬研发人员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